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51高中生的案件。这个姓夏的男子被指控假结婚的这个部分，台中高等法院二审是驳回伊的上诉，维持一审判1年6个月，也就是讲，这个姓夏的男子确定要抓起来关。 2024年去年12月，台中高校高中生假结婚案，牵手姓夏查甫人出庭时，在法庭路口叫去不陪民众出群戒捕。姓夏查甫人面对民众戒指期，伊嘛忍袂落，当手戳民众嘴暗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告他。叫等一下，不要这样。 台中高校高中生案，高中生家属告姓夏查甫人假结婚的部分，一审法官认为姓夏查甫人滥使用婚姻制度，法案了后态度个歹，以规则本书判伊1年6个月。姓夏查甫人不服上诉，不过叫二审法官摕到转来。姓夏查甫人确定要坐监，因为这2天是过年前的上尾上班日，是正常文书作业天数。姓夏查甫人可能要等到过年后才会。 未去感觉，认被告罪证明确，利用被害人年纪尚轻、涉世未深的情境犯罪，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年6月，并无不当。虽然规则文书做无当，不过案件受到全国关注，检方卖研究敢会启动防走漏机制，依照移民法，姓夏查甫人遂开始禁止出境出海。2023年5月，姓赖高中生继承来自爸爸的国有财产，就和夏先生登记结婚，结果无偌久，就伫夏先生兜跳楼过往。夏先生涉嫌杀人的部分，今麦检方共款继续伫咧侦查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